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初心客家。這個節目當日都得同您共下分享客家嘅大小事。我係一個主持人阿燕妹，今日我哋會來講客家人嘅新族群性。呢個題目聽起來有點學術，不過講到尾其實就係一種問題。今日嘅客家人會用辦理解自己係客家人，客家係血緣，係語言，係文化，係生活方式，也係一種言語聲音、言語學習、言語連結嘅選擇。過去講客家，我哋當家會想到祖先遷徙散生、種頭群camp、移民、行義、辦事、建視聽、白宮、三山國王。呢啲都係客家文化當重要嘅根。不過也常用呢啲來定義客家。基本你當到人可能會感覺自己站在門口唔地做得行義皮毛，因為有啲人冇下係客家人，不過行義講唔流利，有啲人係都市狀態，唔是種田，未冇當年轉去種頭，有啲人係客家同別嘅族群同分嘅家庭，幾個身份唔係單止係交貼嘅。第時節讓我哋講因為講行義就唔算客家，第幾位可能會獨特當到人想靠近客家嘅路。所謂新族群性，唔係講客家橋嘅東西唔重要，唔係講血緣、語言、祖先基日做得表態。相反嘅，新族群性係講我哋會承認傳統係根，唔過根會繼續生出新基日。客家唔係一隻鎖地博物館度嘅標本，係一種啲基本嘅行為變、行為講、行為創、行為上명、行為同平人連結嘅法文化。以前嘅族群認同，佢像係唔從哪位來，唔嘅祖先係哪位，唔嘅相識係乜嘅，唔嘅不下講乜嘅腔口，唔嘅種頭有乜嘅信仰。呢啲問題當重要，因為佢哋會同我哋講我哋嘅來路啲乜嘅所在，唔過基本呢嘅族群認同係來加門一記。你想同我哋人共下行去哪位？客家唔單係來自過去，咪係走向未來嘅共下想象。新族群性嘅第一個特色係開放，客家文化哪會繼續有生命，就唔好本質上變成一張門檻當高嘅鉛呢。會講行義嘅人當重要，唔會講行義，唔過想學嘅人未重要，種頭狀態嘅人重要，都市度重新侵轉客家基日嘅人未重要，血緣上係客家嘅人重要，因為婚姻、朋友、學習、工作、創作，慢慢認同客家嘅人未重要。新族群性唔係放棄變改，係本變改有彈性，有入口，有照顧人入來嘅意圖。第二個特色係多重身份，基本嘅人唔一定強有一種身份。有人係客家人，咪係台灣人，咪係五線，咪係老同者，咪係藝術創作者，咪係數位社台。呢啲身份為交貼，為互相影響。一個後生人可能都學過講華語，轉到屋企同阿公阿婆講客語，點樣路當用流行語同朋友講笑，到你節慶要參加客莊活動，幾個客家認同唔一定當日都掛地最順，唔過啲某條時節會發講，新族群性就會承認一種流通，承認人唔係一種固定嘅標籤。第三個特色係語言嘅重新連結。行義當然係客家文化嘅性感，冇行義，客家嘅聲音會少睇當到每時。不過，我哋會用鼓勵嘅方式來推行義，唔好用責備嘅方式來說行義。用你行義講唔好，唔代表佢冇心；用你話聽唔會講，唔代表佢唔係客家。用你成為自己門口，佢自己咪係重新接線嘅開始。新族群性下嘅行義教育，會不應咁快在咁講錯，
干闷。你記行語用班講，當日嘅人年日講睇日記，行語就有睇日記嘅可能。提示咗特色係文化創新，客家唔單係班中類茶發布，雖然你哋都當講當入梅，客家咪做得係天然小說、漫畫、音樂、報客、斷讓人、聊天機器人數位電廠，新出圈成為門，客家文化啲根本嘅每個度。做得變成乜嘅樣？後生人會唔會用行語寫情歌？會唔會用行語講心情？會唔會用客家故事做遊戲？會唔會用人工智慧來保存腔口、整理語料、配音練習？當客家進入新媒介，就唔係傳統小說，係傳統文一種方式出生。聽着特色係跨地域。客家人本來就有淺細嘅歷史，從山到海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，根本嘅客家分布的世界眾多所在。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泰國、新加坡、越南、日本、美洲、歐洲，所在冇窮人，生活經驗嘅冇窮人，也提醒我哋，客家唔係像一種容貌，海外客家可能用當地語言講客家故事。可能保留沒有的古老詞彙，可能同當地神學生活結合，商業生活結合，變出新嘅文化形狀。新出圈線就會看見了的差異，唔用一個中心去判斷全部客家。不過新出圈線沒有挑戰，也構圖開放，為唔會本客家變到冇核心，也大家都做得自由解釋，為唔會倒霉。唔知客家係乜嘅，也係我哋要認真面對嘅問題。開放唔係空心，流通唔係冇見。我哋還係要學行語，要理解歷史，要尊重長輩嘅記憶，要保存文獻，要記得總體嘅故事。新出圈線唔係把件拍起來，係本件傳到合法嘅內圖度，吸到新嘅水分。所以今日講客家人的新出圈線，我想用3句話來敘述。第一，客家唔係常講你係唔係，咪會講你願唔願意共下參與。第二，客家唔係常留啲過去，咪會啲基本嘅生活度繼續使用。第三，客家唔係一個單一標準，係有共同經驗，唔同記憶。還會繼續開發嘅文化共同體，讓我哋用兩種心情來看客家，就會發現客家認同唔係一個日修日食嘅線，係一條日行日發嘅路。呢條路當有會講流利行語嘅人，有經濟學嘅人，有總體嘅老人家，有都市嘅後生人，有研究者，有創作者，有家長，有學生。沒有一條本來參定我背，不過因為一首歌、一文版、一句問候、一段故事，慢慢行入來嘅人，也就係新出圈線嘅力量。基本愛到底，客家唔係固定嘅名，係一種共下生活、共下記憶、共下創造嘅關係。只要愛到係願意講、願意聽、願意學、願意本見到人靠近。客家就唔會直接過去，客家為咗根本嘅，未為咗為了，也就係根本嘅出現客家，同你分享嘅大細事。人愛到大年初心，重新認識客家，未重新創造客家。